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是有所回报了。小伙腰系麻绳，毫不犹豫跳下万丈深渊，单手抓麻绳，拼尽全力奔走在垂直的绝壁上。这不是极限表演，而是小伙在断崖上寻找百年降龙木的身影。然而小伙不顾自身安危，绝地谋生，只不过是为了讨口饭吃，养活4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老体弱的母亲。场面惊险万分，让人看了心惊胆战，双手也被绳子摩擦得伤痕累累。降龙木也叫做6道木，其生长环境恶劣，它100年成树，1000年成材，木质坚韧，木纹带有6道半线，树心盛开一朵佛莲花，色泽如稻谷般金黄，散发着清香味。这来之不易的降龙木，通过小伙10几道工序的精心制作，瞬间蜕变成精美绝伦的莲花纹珠子，寓意美好，是盘玩收藏不错的选择。